谈艺术的窗口，评谈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上山，每逢追没西山逢，书面朋友大家好。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介绍了蒋玉泉先生，特别是提到了他的台风是风度翩翩、雍容大气。那他的学生王伯英也较好的继承了他的风度、气质和书台艺术的严谨作风。对，并且艺术家的风度气质呢，还是各不相同的。这个呢，它有个个性，它里头文化修养有关，还形成了历史书的品味，它是艺术的风格。说的没错，与蒋月泉齐名的著名弹词表演艺术家杨振雄，由于他喜爱文学又研习昆曲，所以呢，他的台风气质就特别的儒雅，充满了书卷气。不管是弹唱《长生殿》还是《西厢记》，都充满了古典艺术的神韵。大家在晓得，上海平台头有两位著名的台词，有沈伟人、沈若英，是杨振勇、杨振义的一代佳作。里头两家头呀，一生的重点呢，就合唱了一部《西厢记》。里头从来四个声浪响，非但获得了精湛的洋派艺术，同时呢，还感受了两位艺术家的风度气质。至于里头两家头弹唱的西厢，具有浓郁的洋派艺术的韵味。没错。像我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常常就会联想到这么一个词儿，那就是厚积薄发。你想呢，作为演员，你台上学了多少，台上呢是一览无遗的。对，特别是我们老道的观众朋友很能够看透你。对的，那么与周刚刚观众欣赏每一位演员，首先呢是把你的气质受吸引。那么该他素质的气质，并不是单一个指演员的服饰有几何华丽啊，人有几何漂亮啊。没错。那么气质的形成，基于人的个性、心理等生理素质，跟与人的文化知识、处事节物以及审美神气等内在的修养部分。那个呢是一种综合形成的美观。说的一点都没错哈。你看，像沈伟成和孙淑一，他俩在学习艺术的同时呢，更注重学习老师内在的气质，加上他们的个性，就形成两位女性儒雅的气质。听老一辈评弹观众们说，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沈孙当还是姑娘的时候，他们上台弹唱《西厢》那种高雅的风度和大家闺秀的气质，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对个。还有人讲，当年年轻的沈孙当两位姑娘弹唱《西厢》，这是非常的合适，因为从里头的年龄达至性别，更适合弹唱这种细腻无比、儿女欣赏的书目。没错。当年呢，沈孙当曾经让所吹的艺术书上演出，让世界各地的园林里向弹唱《西厢记》，更是符合了诗人环境的衬托，年轻姑娘诗意的精彩表现。一个是活泼伶俐的红娘，一个是亭亭玉立的莺莺。正由于遇到差外突出的高雅气质，它是精湛的诗意，赢得了苏人平台书迷的中口赞誉。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请大家来欣赏他俩弹唱的《西厢选回莺莺操琴》，我们来细细的品味沈孙当的弹词艺术和他们的气质风度。那要说明一下，这是90年代的录像，所以呢，音像质量还是请大家谅解。副居士，他猜想副个别字，这是一两之家。今在让参加的花园里向，过来一位新式家人，啥人呢？就是蔡氏莺莺。虽然今朝天气蛮好，春光明媚，神如风哦，但是莺莺现在心里想闷闷不乐。那神色三春不君东，门一松归小日中，花落水绿红，一日飞中妇女有东风，奴家才是莺莺。那么现在为啥这个一日都要闷闷不乐呢？回来回去为是3年前亚林西的辰光，说这一句糊涂的闲话。你说我爷娘才听得了，眼睛们前只有男人的亲事会分开。实讲吧，
送啊不是送的，倒不是佩服自家，而是神人之宝。等到牙一时，娘就跟那个子飞呀中的神情不够。娘啊，我的别兄弟不是不晓得，是不是国家之力，其实是一个锒铛之呀？我心里想是不牛的，但是这个是牙的移民，娘们是他讲法，所以现在想上这是个终身了。一个人必是心事重重。那比那些红娘今年14岁，年岁挺聪明，可是家一直不开心，为的啥？晓得个为这场婚姻不如意。像今朝天大美好，那么这个白些家花园里向走走，让你散散心，搞搞闷。所以至于两家的花岗廊向一路过来，红娘忙门的一口门。啊，姐姐，你看这边毛蛋领大脸，是一时谁胃口哈？哈，可姐姐当心走哈啊！红娘才不知谁家上门对的，但林子里向谁家随意一种，手指就对去忙着台上向一放，仔细一口门。给他经济事务有4只半钟，自家的西腔手个是紧钟。对一只了，这个就像林老下过海一张这样的一切眼睛，可见到个张情的这样子，倒不是我这样的张情，我自家3年来胸中有恨，这样的张情抽离出来。啊，红娘姐姐啊！把香上眼睛拿下。咦，姐姐你不是说个，你是菜里面有规矩，豆腐不能炒，豆鱼不能炒，不吃云是咖喱不能炒的。今朝哪想到要炒金子家？都这位松松心事，故而炒金啊！红娘想我说。阿有啥娘子也只要擦钱，落地心子擦特之宝。所以过来想，你老想拿张这米菜一钱偷下来，尽囊去他忙正紧桌浪向一放。顺水过来地阳之香，香炉香擦一擦汗。姐姐啊，跟我过来擦钱吧。现在义军重新整一整身体受定。哎呀，我看见个张金想擦钱。现在真正要炒金子，我炒少个曲子呢。那么中间他自家心子达得到，能给我自家心子炒出来么好了？哟，这个嘛，很香。心子打不着，那么阳春吧是，还不是阳春，那么炒啥呢？仔细一想呢，哦，有了，我先水，我做阳归秋。凤居王，不过这一些麻烦对了。凤居王是男相女，当初司马相如天龙分军，分军压本，谁是参凤居王？那么
我答不上个喽。再一想，哎，鼓励，当时我们凤九王顶单插出来，从飞升的这些插起，这样的嘞，凤九王改做王九凤，对，一会吃今生情。咚咚哒哒，嘟嘟雨嗦嗦，雨跟洋洋。嚯，今朝三家搿场景是真的唱得好听。那么好听的那哈样子呢？大海狗血顶子外头，飞得来两只鞭，听见劲是马上发飞，望着树浪向啪一抖，这就是个电一抖，比拢这个电眼睛，还听得不肯办得嘞。听得像娘子的一个上，根本不对着了。谁家带头头？那还个凤九王改做黄九凤，那花园里向插人，不怕不让外头人听见个。是不是谁家写的给那的懂进去的人了？很少很少，给他不只有两个，一个呢是外头自由的向发本老上为一个自家娘，根本因为距离远才听不见的。那么不对着了，你旁边为一个红娘了啦。是不是红娘三句话的了？你不说是个，进去你不懂个，你们这些的三家唱得好听了不好听，所以三家今朝过对头唱，三几时两世之年，内等女。有情啊，情啊！一个儿是得此，一个儿下官郎，他们得得世事情花香。哎呀，没得了这样子啊！你是情呀？对。那么啥人呢？是洛阳才子张公张君才。今朝他听到自由的下来帮忙楼上事情不那个，引起那个发出小上被子里各吃有的，这出来啊！这个小上非得人一人，而且风趣得劲，所以抓着到腹部上一起，一连跟手上一路跟来，哟，后山出尽通玉春，书法花莫生红雪我比较不这是我手在我还是那门给的我给的叫他有那可娘门里有2.8他手里叫他有而且是也不让辈子呢过去有的是啊神经客气我不晓得管地拉像那种你什么的个菩萨们那种已经看得太远了所以小上辈来的红上这个花园里下来对啊这个多多嫩花菜个香呀但你胸襟一长啊是红上这个花园烧热不错啊是刚刚你是听呀对长生跟这些偶然一直分这样的 logo 嘞就说上场队的这听见里想咚咚哒哒红雪这是我生意啥个声音是这个娘叫不上来听听看这个啥个声音呢
光一听没听得出来。这个是隔壁菜家隐隐写叫了让参军哇。那么讲不你听啊，反刚刚，为啥么我他里的出来了？过上这个读书人有点多虑多呢。假使你讲不你听是哪里大赛说过门大的有的问我去了嘿，往事里现在听不出呀，还是上个老杆子。哎呀，没得么见过。是，这个男人这个啥个声音啊？这个老红肠子里像个摸鱼声。哎，不是的，说不是的。不是这么想过，这么难道说口，这个是啥个声音呀？我红上啊。也写出来一块子，望空读书人今生还听不出来。大概你是个声音是风吹铁马之声，跟往事也听不出后里个天马之问。哎，对，这是风吹铁马之声。说不是个？我就这么想讲，为我们的红那个天了，为你的红那个天呢？这么到底啥个声音？我后上啊！水家定有一公上，那是妖精之身。今生啊，别受着啊！跟我们名字隔壁谁还不让带迷糊啊？哎，不相信我好不来听来听，不碰啊！对啊！那是妖精之身，不是今生啊！是。根本相公啊，看来你要说些吃的。是有什么？这是吃的。小道一听啊，个叫是那东个你啊，可是看上去今在宫门打不出来还在。哎呀，我没得么相公哦，听你口气是看上去来啊！哦，是有是的。可是我小道的也来特别的那样，我哦，这样。咁你再听看，理想的朋友唱的啊表，好极了。我说好的，咁么好的那哈你，好语也比说好嘞啊，后生啊，那好，好比那谁去？好比落花绿水，谁人之身？这个，好比落花流水，谁人之身？光不到了，光吃山路上光浪对浪，或者有点应当当。这样，女士吃一滴水，谁过来？哎，这是比方呀。哎呀，你的我相公，我看你累个呀。哎呀，红生的哈，比了。说比个啥？不能比这什么子了，还得讲。比着那陈衣你人王啊我再跟你讲，春天的女子让两郎相一怒之身。哎呀，红生哈，与比，我这个比个谁？比着那心花牛。相公啊，跟你像精神在比得多了你哇！是啊，这精神比花都
比花多多，跟相公啊，听来看去那样啊。好是要是的，根本当我想不到在原来他家那个。这里其实那是那样，我那一定听得出吧？哎，李香把一菜不上脱指甲。这个嘛，而且吃却好美。哪个那样啊？啊的，那样，那样，那样了，要么那样也得了。现在是要让老讲啥的，听啊不去听，都拿跟老子这个精神了老哼。现在不得仔细一听嘛。哎呀，哪家哈？在这里了。少不得了，出名儿在这里了。不是刚我心脏病也不能好出来的哇！跟你用不着哇啦，这个吃少半对的哦，出名了郎子。是，怎么高兴？我听口，哎，菜不爽。好热呀！草望菊风，不是水上不给上嘿，哈，王菊风了，不知哪不能说出来个，晓得了。怎样？哎呀，再不上来外地版本不能听听。好啊！当初是莫想是天龙分军压本，唱个叫风雨王的，是啊，我干嘛还走啊？哎呀，王菊风！哎呀，你就让这知己也不知己儿呀！哦，个哪来的？身家吕家风菊王，抵挡手来，可不是改做王菊风。哦，这个不应该给我弄的顶得出来的。可是要不让我相信，我也听看。哎，我来听看。哎呀，你的，是不是个小不让我有一点点懂的？本来到时间上一讲嘛，听没有点声啊，吃不见，吃不上。哎呀，你怎么讲法？根本到随手来说得对。可是也不知道在为啥来闷来，这样口俩听得出，哎，他听听口里向哎，耍跟两年的老菜的，听得出。那是一位有女儿，女人啊，刚做些男人的呢，哎，一定是女。那么783个哈不？哦，不是的。30岁个娘娘，也不是的。那么男生倒是看你这个。姑娘，这就对了。你的火铁，这媳妇是个确实是女的，你不哈？哪个是相对听得出不就讲年纪个讲？记得媳妇上啊，讲什么为个差劲个？像差单个东西们也说的话，本是看你这个姑娘，让想自家个终身大事，假如83个还不会让做高了5个要。我要你都这样管，原来你看，根本我到为啥那么的嘞？根本你再听听歌，理想吧，你到底差的啊！好极了，知法经说今生与呀，好极了，好极了。红山女郎讲，这今生到哪里去了？对，一些功夫精神不济哪里是不的？哎，那别急，谁不让你帮你行呀？那个可生得出个生意嘛，哪行得人？哎呀，红山，想着进去做花儿中路，其中定有个那可是也未必。作为朝廷不相识的小鸡呀，各种称呼的那边听见话，说了隔壁里想不认得个小姐呢。想法，你这个黑屋里向你不听见的？哎，小生在此听见，小姐锦衣之上，哪有不知之理哟？哦，这个男人往里听见里向3条锦衣当中写的呀。是。小姐知晓小生乃是一个知音客。写的乃是个知音客。为知晓小生乃是天下第一个风流天堂的人，能否？想到外口说的还经常我打缺乏现在。那个叫是哪哪位人家不破的呢？我要是这么风流倜傥了，我就来说风流啥子？要风流。哪个先生呢？你不能讲我去，来讲我去，我总归听。讲，我也听个，听去讲去。狗儿小鸡嘛。哪家？非哪位人这个嘛？来。狗儿小鸡嘛，他与心与我
来看，来边上来个啥人？红上，红糖呀。那么那边行了不行？今晚你个种两脚个红糖。你可不说的，这一两家妇女还没两家红糖的啊！呀！哎呀，你怎么这样吧？搿点小红糖你不懂怎样？这明明是一条玉林玉林嘛，根本你耍了不才子呢？小姐知晓小生乃是一个知音卡，现在那个知音卡，对不起小生的心心我不晓得那脾气呢哈。我有这条件，是我这么一说的。这个月试试呢，不是难事吧？哇！是说小生在你走了之后，小弟弟小姐抽奖起来。哎呀，这一个知音可已经醉的了。小姐她岂不要闹啊？她要责怪小生夫人呐！哦哟，别等让吃着啊！你想谁叫人家不认得你们，我要行了不行了？醉吧！我不醉，不会唱着醉这样。唱的再等一回吧。别等着醉，不要唱的。你这个病了，让出门你想谁叫好，本来我也不知道的。这你是不不的。你靠起来，可是你靠起来。醉了。我不醉，来不醉。来不醉来讲呢。还有我身体包啥了嘛？对。你呀，那个哇。好，你也在之间，北部张家小公听见可好？三个讲我等来给他的白内一大听见。搿搭搿小上白人了，本做的红色冒出来就是。我别白起来了，又要白到天亮的嘞。你东西人用啊，虚的不是。他那累个哇。不这样子，小吴大爷他那语言在地方。别现在没哈，大家客客气气是个朋友。是啊。顶天么弄到大家面容擦清不开心，个来说啥样子的？为什么？你光就是光管。来了外头听见理想三只要情义当中写的个。那么这些年在三只要重新插起来一听嘛，哎呀，外头的不止一个知音，还带有两个嘞。哈。一个呢是天世界第一个风雷倜傥的做事。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天世界第一个顶顶太阳呼吸的红妆，搿做些事情要得欲人欲牛真的。哎呀，你这不讲虚的红事。哎呦，来，一声一说了让外头听见。那么理想三只要杀了不产生呢？本来三只要是想家境加水。不晓得差大雨水了，会得越差越闷。所以水起两只水了，井里浪向砰的哦，来不差了。边浪向红娘听得清清爽爽，红娘进去不动，但是鼻声动感。你只要听着说不着，谁要这样插进，等到结束辰光中的哒哒，那么搿只曲子舞着，今朝个盖，搿个声音像打出了两头头。分我脚啊！在哪来的家？呀，姐姐啊，你今朝上了菜的衣食无中，你上了个菜子家，姐姐你猜我去呀？猜我去呀！要少天不猜，我有心事呀。上得里都烦了，娘来喝水上吧。有红娘啊，我正在餐厅，花儿今生寓意。想为定与知音客，在窃听今生，故而不猜。这条真的假？你想可是我出现的了。假使是真的，但是人心偏内，是假的吧？自家说出自家句，我跟他不甘心，所以不想。可是今晚要开门出去口噶，我们把他弄讲的了。你开水是了。不过饭，今朝我要看你话不懂得嘞。真的。我现在开门出去口。就是外头有人开，葛么呢？你三家人，我红娘是，我仅有大家一支香的辰光。搿种新开门出去可能500人，那么三家你呢哈？你呢哈？你的真呀？我说呢是啊，就是没人的嘛。平常辰光来三家总归收了啦，我红娘看来是那个呀。今朝么他来背位，我收了啦，你立起来，他我死他一个头，哈哈。一句你说得出来，用亲娘不得的事，哪是得了红娘来死头家？不过想答应子的三个，哟哈啊！姑娘不能哪个？谁来？你跟我去看啊！红娘又是想追嘛，我也妹妹讲，
姐姐啊，我在想啥子？怎样？跟你现在没法猜着呀。这些外头的事情等不叫你得追出去。那么我开门出去可没500年，那么为什么没事呢？为什么我赢呢？在我们一边只是不清楚啦。这里时候，我什么事啊？喊来喊去嘛，你现在两把水没空了还。那趟我从钢枪头汤上火了，上身掉下去，而且比钢枪差多一喊。谁个看我打一只神钢的钩子，我基于你的耳朵，攀上哪里？啊哈！哎呦，谢姐，我的说的聪明的智慧的，我是老师，假使开门出去一口500年嘛，可不是起来金发长起一下追他个种啊！想不到的机智法门追了我个前头，哪个我不能不猜着？好哇！姑姐姐，你猜起来啊！都纸皮两家头的花园里向并子这个一些，刚刚的我把从小上等得了出来，等不就这个。哎呀，我没得个这样过。好啥？把那个里向过上几个位菜的走吧。好啥？再等一位。哎呀，等对个这呀，今朝那皮头铺盖铺得来，那忘了给这2个位菜了。醉吧。张生的人等到了心灰意累，腰腿背实，看上去是不两位的菜子。把主持来跟子路上，刚正要想走呀，叫上只听见里向咚咚当当，张生真是惊人800人上层5层小让说他不长啊！红子，你口人听得这是什么声音？听见个真是。张家想攻击是背不得怎样？背我们背不得怎样？背我们来哈做，背不得怎样？这发现的背不得了，我马上贴起来洗不来口中发。哎，张生子考啊，收拾这个不是你为的才进的。听见这个精神，非得是康头头上我丢起，而且比康强超的为呀还。张生等于心不是睛，眼睛一门，好像一张金桌上像放一张眼睛，一张睡了那欧大，一张睡了那铁粉，市里的那很久怎么家里为了那当帕子。好啥子？那是要不要先就是男的叫哈？这眼睛比用是为了治水我家里。哦，对。那他们那样听见眼睛是要闭拢的，可是我张开只眼睛是黄了的哇，眼中那样不大啊，是眼睛闭拢，确实，给他把这4张眼睛在闭拢这两少，不过眼睛们哪个闭拢啊，心人大不是两多。张生好像眼睛们里一张金桌上像放一张眼睛，咚咚当当让人猜见，这发送线上呢，好像眼睛们里一张大摸鱼。我看不，个张生指底下恨的就好听，个发从小让来里向赶紧金刚就讲，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两种声音搞了一点不受得来听的，两张面孔是不过烧不了，一声一说，那让哪里听见？红娘去社交王子东那么火花浪向一路过来，开心的，我话不相信，还是社交嘿。7根耳塞的想听得出外头有人听见的，实际是社交不比男女，比仙女夸张。今朝个东的本是有缘，所以来这个开心。好家郎一大路过来，这样人家油门跟随一口呢。哎，介绍10分感情，太特之7分。外地上的个油门收脱了。夫人家发生意，平常光说油门不开的，油门一开了，外地个第3户上，他跟理想来不行。那么理想的第6人呢，他在石油里去，实际上也比深入不分。所以平常光油门收脱，啥人撕开油门不了夫人晓得，叫他不要开开。我娘想刚才去3条往我东带来海湾，外地带着1月500人的，可他带出去看一看个咯。这想的，我开门口子，马上门手收他们，夫人又晓得给，当兵去，过来，大油门跟随，轻轻讲，那门手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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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头洞里向抬一抬，
一锁门，嘎，一看，红牙麻麻的，你看嘛，大娘，这得给你个忙嘛，哈，啥的了呀？但是这口就话对一声的说，你这表子谁让治水了着呀？红牙分宝贝个呀！孙淑英还拜过了弹词名家薛萧庆，学过薛调，所以呢，许多书迷朋友常希望能听到孙淑英弹唱的薛调开篇或选曲。借今天的机会，我们让大家来饱一个耳福，再来欣赏一首由孙淑英弹唱的《珍珠塔选曲·写家戏》。好，观众朋友，这一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就到这里了。